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12月20號星期六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3場俾大家參考嘅。喺呢一場馬呢，我投注咗2注飛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3場嘅5班1400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藤黃區、3號嘅金鑽精靈、4號嘅建測精英、5號嘅銳一同埋12號嘅全神貫注。3號嘅金鑽精靈呢，上一場初落5班跑呢個路程，咁喺嗰場馬呢，佢出閘呢稍為慢啲，咁啊所以呢，沿途都係喺後邊嗰度嚟跟啊。咁喺直路嗰度呢，就追翻上嚟呢，係跑過第2，輸俾頭馬呢係個幾馬位。咁啊喺直路嗰度呢，佢都曾經呢有一段呢係受阻㗎。咁啊見到隻馬呢，嗰個走勢都非常之唔錯。咁喺神貨所見呢，呢匹馬呢，我覺得個狀態呢係非常之好嘅。呢匹馬呢，我認為呢，佢唔係5班馬，就算喺4班啊，都係有競爭嘅能力。咁啊，呢匹側身馬呢，出賽嘅次數唔多，總共呢，只係跑咗10場馬。咁佢入圍嘅呢，就係主要呢，就係跑呢個路程。咁啊，跑過一次第2，一次第3。咁呢，就跑第3嗰次呢，就喺4班啦。咁今場呢，仍然由翻阿布文跑排一個7檔。咁我認為呢，呢匹金鑽精靈呢，喺聽日嘅賽事嚟講呢，係好大機會，所以我揾佢作為馬膽。5號嘅銳一呢，佢嗰個賽績呢，就係一個第1，一個第2，3個第3。呢5場馬呢，全部都係嚟自1400米嘅。咁佢上一場呢，加程跑1600呢，我認為呢對佢嚟講呢係長咗啲，所以呢，佢後追翻嚟呢，只能夠跑過第5。咁我覺得呢隻馬呢1400呢先係佢最佳嘅路程。咁你睇翻佢對上嗰3場馬喺貴福特馬房呢，其實呢嗰個表現都唔錯嘅，一個第3，兩個第4，輸俾頭馬呢都係1個馬位左右嘅啫。咁神貨所見呢，匹馬嗰個狀態呢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由麥道朗跑排一個1檔呢，咁出閘唔好慢咗呢，只要沿途呢，跟住喺有遮擋位嘅4、5、6位呢，我相信喺直路佢追上嚟呢，佢都有一定嘅機會爭勝嘅。4號嘅建測精英呢，你睇佢今季呢跑咗6場馬，6場都係跑1200嘅路程。咁啊喺嗰6場馬呢，其實佢輸俾頭馬唔係遠㗎。咁都係輸個零2個馬位，係最近嗰次呢就輸得遠啲，輸成4個幾馬位。咁呢匹馬呢係一匹自購馬嚟㗎。咁佢喺外地嗰個戰績都唔錯㗎，2個第1，一個第2，3個第3，只係2次唔入圍。咁嚟到香港呢個表現呢，就可以講非常之一般啦。咁但係呢，最近喺神貨，我覺得匹馬嗰個狀態呢，比起之前呢係有進步。咁呢啲自購馬呢，佢一旦呢適應咗嗰個水土或者個狀態呢一轉好呢，咁佢可能呢會由低位反彈㗎。咁難得呢，聽日佢排一個好檔，排一個3檔，就啱啱降落嚟5班。咁睇翻佢喺4班跑1400呢，曾經呢一次呢係跑過第4，輸俾頭馬呢，只係2個幾馬位。咁今場嘅建測精英呢，我認為呢，佢喺5班呢都有一定嘅爭勝嘅機會嘅。12號嘅全神貫注呢，上一場霍雲星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佢前段呢落後得比較遠啲，咁喺直路嗰度呢穿插上嚟呢，跑過第3，末段嗰個走勢呢都唔錯嘅。咁最近呢一馬呢跑3次呢個路程呢，有2次第3嘅紀錄，咁同埋呢一馬呢跑法都幾靈活嘅喎，跟前啲又得，喺後邊追亦都可以嘅。咁今場嘅12號全神貫注呢，我覺得佢都會有機會走入連贏配腳嘅。1號嘅藤黃區呢，咁呢匹側身馬呢出賽嘅次數唔多，咁總共都係跑咗6場馬啫，咁已經降到落嚟5班。咁佢上一場呢喺4班呢，潘明輝同佢跑呢個路程呢，
咁跑過第7，輸俾頭馬呢唔遠㗎，輸2個幾馬位。咁啊，今次呢換咗由杜婉欣跑呢，咁喺神父所見呢，我覺得匹馬嗰個狀態呢係有啲進步嘅。咁今場嘅騰王區呢，我覺得3、4重彩呢可以預埋佢。第3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3拖4、5、12，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3拖1、4、5、12。第3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3號、5號，第2名嘅馬膽3號、4號、5號，第3名嘅馬膽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、12號，第4名嘅馬膽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12號、14號。呢一注飛呢總共係80注，1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80蚊。另外一注3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3號，第2名嘅馬膽5號，第3名嘅馬膽1號、2號、4號、12號。呢一注飛呢總共係4注，10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40蚊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